新嘅一年，阿 K 祝大家身體健康，心想事成。咁嚟到咗2026年啦，我要為大家介紹嘅第一間靚屋就揀咗呢一個深受頂級富豪啦同埋正經名人追捧嘅港島南區深水灣。阿 K 今日嚟到咗位於港島南區深水灣嘅超級豪宅項目，佢個名字叫做深水灣競8號。呢一度咧區內大部分都係一個低密度嘅發展啦，主要咧就係呢一個獨立嘅洋房。同一時間呢一度又俾270度嘅翠綠群山所環繞，但又係挨近住呢個壽臣山啦，同埋我哋香港著名嘅呢個海灣淺水灣，同埋附近亦都有多個嘅高級私人會所啦，包括呢個高爾夫球會同埋深灣遊艇會。所以呢一度一直都係深受頂級富豪嘅喜愛，因為可以提供到一個非常之寧靜優美嘅生活環境啦，係有一種咧隱世嘅感覺。難怪連我哋香港嘅首富李嘉誠先生咧都係選擇喺呢度置業嘅。佢個發展商咧就係南豐集團。而我哋亞洲鼎鼎大名嘅樓王 Mount Nicholson 咧，亦都係屬於南豐集團嘅出品嚟喎。咁阿 K 咧上個禮拜亦都拍過佢哋嘅另一個項目啦，就係位於日出康城上蓋嘅一個皇牌屋苑 LP10。咁嗰個條片出咗街之後咧，個反應都相當之唔錯。咁今日好開心就要嚟拍攝咧深水灣競8號嘅呢個高層嘅一個4房4套嘅一個大平層，成個套內面積大約係3600尺，係一個4房4套嘅間隔。因為每一個房間都係帶有一個自己獨立衛生間嘅，而家身處嘅呢個客飯廳嘅範圍咧，淨係成個闊度都已經有成11米噶啦，就配埋呢一個銀幕式嘅落地玻璃窗啦。而佢咧亦都係主打翻一個高私隱度嘅，一層咧只有2房，每一房咧都會提供翻一個私家電梯大堂嘅。而喺未入到家庭廳之前咧，會先有一間嘅 powder room 啦，咁可以招呼翻你嘅親朋好友喺度簡單咁梳洗。呢一度嘅超大平層都貼心咁樣準備咗一個 family room 家庭廳嘅範圍，你話平時喺度捉下棋啊、傾下偈啊，一齊睇翻一個自己中意嘅電影咧，可以享受翻一個幸福嘅親子時間。咁嘅家庭廳都特登騰出咗個空間，做咗個 open kitchen 嘅 area。咁呢一個設計咧，我喺其他嘅豪宅比較少見嘅，譬如好似呢度咧，佢做咗個迷你冰箱，咁上面咧都有好多收納嘅空間喎，就可以喺呢個用餐區嗰度咧一齊飲下紅酒啊、傾下偈喎。喺呢個家庭廳其實係共連咗4個套房嘅，咁分別有4個門口啦。所以咧，每一名家庭成員佢哋都擁有一個好舒適同埋好私隱度好高嘅一個生活空間嘅。呢4個套房咧都係享有到呢個翠綠嘅山景嘅。我哋而家先一齊睇下呢一間細嘅套房先。首先會經過一個自己獨立衛生間，個空間都相當之闊落，咁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另外都用翻啲歐美比較流行嘅衣櫃嘅一個設計風格。除咗唔會佔用到室內空間之外咧，亦都可以令到成個感覺更加整潔優雅。嚟到咗第2間嘅套房啦，同樣係一個3邊落床啦，咁亦都係用翻呢個全落地玻璃窗。大家可以留意下每一個房間佢入邊水晶燈嘅一個設計啊，係相當之有心思嘅。咁呢度都做翻一個相同嘅一個拉套門嘅衣櫃啦，獨立衛生間都用翻白色做呢個裝修嘅主調，可以提升翻成個空間感，令到室內咧更加明亮嘅。嚟到咗第3間套房，首先咧喺呢個左手邊會有一個自己獨立衛生間，另外好多客人關心嘅校網，深水灣競8號就位於呢個小學18校網啦，同埋呢個南區中嘅校網。區內咧都有多數嘅本地名校同埋國際學校，俾小朋友去揀翻嘅，亦都可以為你嘅仔女咧提供翻一個最優質嘅教育資源，咁都係做翻一個相當之有質感嘅一個吊燈。而呢一間套房嘅獨立衛生間亦都大家最中意嘅一個光線設計啦，仲俾埋咗一個內置浴缸。而家嚟到咗壓軸重頭戲就係呢一個主人套房啦。咁呢一間大平層咧，佢嘅主人套房嘅功能區域劃分得好清楚嘅。咁喺未睇呢個寢室之前，我哋先嚟睇下佢呢一個衣帽間嘅範圍。講起咧，其實3個區域加埋起嚟咧，成個生活面積都已經係過咗800尺，可以為主人提供到一個相當之舒適嘅一個生活空間。咁阿 K 啱啱就穿過咗2排嘅呢個衣櫃。主人套房衛生間當然就俾到你6星級酒店嘅體驗啦。要做翻一個大型浴缸啦，呢邊都會有雙面嘅洗手台。咁男女主人咧就每人一個，同埋有翻自己嘅一個大鏡櫃嘅。呢都係大家最中意光廁啦，同埋咧就會係做翻呢個毛巾架嘅，將呢個淋浴空間同埋呢個坐廁咧就分翻開，做翻方式分離嘅效果。嚟主人套房，阿 K 一眼就被呢一個咁有質感同埋呢個設計風格嘅一個水晶燈所吸引到啦。佢呢一度咧係會帶翻一個生活陽台，咁啊主人咧平時都唔需要出房間噶啦，咁可以隨時都行出嚟呢個咁豐富嘅陽台位咧，喺度欣賞下呢個咁翠綠嘅山巒美景，呼吸下一啲新鮮嘅空氣。點解講到南區會深受頂級富豪嘅追捧咧？就因為呢一度嘅密度真係相當之低啊！大家見到啦，一眼望出去咧，其實對面都係冇咩樓嘅，亦都可以俾到你一種隱世嘅感覺。
係非常之適合俾一啲追求低密度、高私隱生活嘅頂級富豪嘅喎。所以咧喺呢個飯餐範圍都可以放到一個10到12人嘅一個大圓台。首先會經過一個容量非常之大嘅紅酒櫃，係可以襯得翻呢一度主人嘅尊貴身份嘅。咁另外喺未入到去呢一個備餐區之前咧，亦都準備咗一個嘅 open kitchen 嘅 area 啦，有咧2道嘅拉頭門嘅。咁就算高雲姐姐入邊備餐嘅話，都唔會需要到出邊嘅呢個來賓嘅喎。配備咗一系列嘅歐美最頂級嘅一個家電品牌，咁包括有 Wolf 嘅呢一個爐具啦，嚟到呢一邊會有10CL嘅一個巨型嘅冰箱，咁做咗呢個曲尺型嘅台面，個備餐空間相當之夠嘅。喺呢個按車號嘅洗碗機嘅喎，下面係做咗好多嘅收納空間啦。嚟到後面咧，仲會準備咗呢個俾工人姐姐用嘅一個後門。深水灣呢一個傳統豪宅地段，除咗深受我哋香港頂級富豪嘅追捧咧，亦都獲得好多內地買家嘅關注。上個月底啦，同區就有2棟洋房咧係售出咗嘅，講緊嘅成交額係高達22億啦，而個尺價都係破咗14萬。由此可見呢一個地段嘅物業係幾咁矜貴啦。項目咧其實有唔少單位係已經出租咗嘅，而家可以揀嘅戶型就包括今日為大家介紹嘅3768尺嘅呢個4房4套啦，另外仲有隔離嘅呢一個4200尺嘅一個樓王，同樣都係4房4套嘅一個間隔設計。另外仲有少量同區供應極度震撼嘅呢個花園複式戶啦，同埋天台嘅複式戶。講緊花園同埋天台最大嘅面積都係過3000尺㗎，相信就係滿足到比較中意戶外生活空間嘅嗰類買家戶。如果你想獲取深水灣嘅呢個詳細嘅樓盤材料啦，或者過嚟參觀呢度嘅現樓嘅話咧，咁可以加翻我一個微信同埋 WhatsApp 嘅好友啊。咁喺新嘅一年咧，阿 K 會繼續為大家介紹更加多嘅靚屋，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阿 K 嘅頻道，密切關注我嚟緊嘅分享。下次再見啦，拜拜。